来只要啉酒，拢袂使去卡着车，倒参帮忙停车嘛袂使。有一个男大学生伫咧厝啉2罐的秘鲁，尾仔朋友来甲载去唱歌。到位的时阵，这位女性的朋友袂晓路边停车，所以男大学生就帮忙来停车。但是3停4停嘛是停袂好势，拄啊好有远景经过甲因关心。男大学生承认讲，伫咧厝有啉秘鲁，这个酒测但是超过标准，当场互抓包，依法上班。路边停车格中有一个空位，毋过想要停入去，敢若无遮尔简单。来来回回试真侪遍，查某驾驶就是停袂入去。坐伫咧副驾驶座查某大声讲，我会当倒3共停车，毋过上车了后，为头前愈为后壁愈，安怎愈车就是愈袂入去。这时阵后壁驶来一台巡逻警察车，警察就超关心发生什么代志。查某大声有够紧张的，原来拄则有啉酒。停车应该还好，但是我不知道会倒下。我在道路上，然后行驶是没有行驶驾驶的行为，车轮有往前往后动，这个就算了。查某大声甲警察先证，家己有啉酒，讲就是倒3共停车应该无要紧，毋过其实代志严重啊！在1.43。这个先生，你就涉嫌公共危险罪了。酒测着钞票，即项搁犯公共危险。原来查某大生9号先伫咧3店埔大所在啉2罐秘鲁，接到电话要同齐伫咧台北市大安区唱歌。女性朋友驶车去解接，毋过到位时车就是停袂好势，查某大生就自管倒3公，心到车袂停好，酒甲罚单就先甲你开好。当场对他实施酒测。结果数值达每公升0.43毫克。无论是在怎么样的情境之下，绝不可以心存侥幸酒后驾车。查甫大生好心甲朋友倒3共停车，毋过涉嫌酒驾就是事实。这项若收罚单，佮扣起公共危险罪嫌，移送法办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